台中的丰原农会办活动，开放予民众甲这稻草人西装打扮，嘛将做另外一种的产衡装置艺术。 互相讨论合作，甲手头的道具甲砖头拢挂起伫稻草人的身躯顶。现场50组的稻草人，伫咧民众的创意之下，变装做各种无同款的造型。就刚好6月，就给他用毕业为主题。我今天装扮是一个种火龙果的农妇。利用第一季收成了的稻仔田，丰原农会举办丰原田庄乐做伙来控窑的活动，招民众做伙来绑稻草人做陶窑，体验台湾过去的控窑田很快乐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在地有一些前辈呢，专门来教控油。过去的年代跟现在的时代，小朋友都喜欢控油，所以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，大家一起来哈。老辈有经验，2、3个就做好势，少年辈无遐顺利，状况真济。不过伫农会志工的协助之下，也是顺利来封窑，嘛留下难忘的记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